黑人他们什么时候大概打给你，还是传赖给你说，希望能够跟苏院长那边有个当面的道歉？其实黑人他们就是表达他们非常深的歉意啦。第一个，基于对一个长辈不应该如此；第二件事情，对于公共事务的评论用词真的太重了。对，他们是大概用什么方式？是电话沟通？我们过程当中都是用电话在沟通。那院长那边知道他们道歉之后有什么回应吗？我在这里，我其实蛮佩服苏贞昌院长。他第一时间说，他们办公室第一时间说，个人事务事小，防疫最大。那也不需要当面来道歉。第一，他相信啦，他绝对没有恶意，所以也完全没有生气。就苏办那边算是拒绝说跟他们见一面，因为没有生气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啦。那我们都相信，就是不管你是艺人还是什么样，他们只是一时的一个冲动。那我相信，就是在讯息刚刚发生，就是整个口罩事件刚刚发生，也许大家的讯息相对破碎了。那我觉得，对于一时的冲动，我们都应该就让它搁置，让它放下，因为现在太多的情绪对台湾的防疫是绝对没有帮助的。我们第一时间就是通到电话。那我觉得说，天哪，你们到底怎么会评论的，或者是说在个人的这个社群网站上面，怎么会把一个对于非洲猪瘟有功，然后把台湾好好做起来，行政院长用字遣词这么重，我觉得真的是太过分了，真的用字是过分的。但是后续我们就讨论到说，这个道歉是否要道歉这样。那他是直接后续就再拨一通电话给我说，他希望能够安排，然后跟苏院长当面来致歉。那时候是表达说，因为当初范是不知道说这一些口罩是，比如说是出口量比较多的。因为讯息很破碎，我觉得一般正常人也不知道说，其实口罩的这些进出口的比例，还有使用的量，一般人应该是不会清楚吧。那我们也相信他没有恶意啦，只是单纯的一时的情绪。因为现在口罩之乱其实也包括像这些艺人也被卷进来了，其实有些我觉得艺人是有疗愈能力的，艺人应该是有一个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那对于公众事务上面的评论，其实不应该用字遣词这么的大力，甚至是口出一些粗话、脏话这样子。那对于任何公共事务的评论，其实大家也许讯息是破碎的，所以我在这边，我个人啊，我认为，你看连苏院长都已经没有这么的火大，甚至他也觉得个人事小。那我觉得在网络上面的世界，就是大家把口罩戴起来，不要再造口业了。我们好好的让这个防疫不要这么多的情绪，不要再造口业了，这个是一个呼吁啦。你跟黑人就是一个旧事这样。